姊妹大平安，今日是2023年12月1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哈巴谷书第3章第29，腓立比书第3章第三个分享的主题是改变心意。我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心，身体有也是要互人能回心转意来所以人被改变的工作。咱讲所都是伊会出现，就是要来赶走黑暗，互伫黑暗中的人会通看见光。所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改变，就好像亲像创世纪的记载所描述上帝的创造同款。伊用伊的神、伊的话，就带来创造。创造也就是改变的力量。先伫哈巴谷书第3章13节到19节的圣经安尼讲着：你出来要解救你的子民，的王。你跳人的厝顶，跳甲连地基现路。你用枪插因战士的头，因来亲像暴风，甲我吹走。因爱伫暗中吞食困苦人。你骑马冲过大海，互海水甲滚野涌。我一个听着，规身躯皮皮喘。迄个声，互我的喙唇阵骨头缩起，脚徛袂牢。我就无补养，骨头就无结果子，敢若树无收成，田无收，了来无了这羊店嘛无牛店嘛无牛。我腰骨要因为上主来欢喜。的人生，个将来伫灵性成长班，牧师用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，分享世界的改变故事。咱看见当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家，伊愿意接受的救恩，这了，伊的心就完全。虽然伊捌迄种犹太人心目中的罪人，利用职务来欺骗人，因为爱，但是伊拄着主了后，就对心底被改变，生命也全然的改变。
事做上帝啦吼。后来伊却改变心意，去执行老爸的吩咐。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却是安尼吼，好，啥物货拢好，但是事实上却完全无有行动力，敢若靠一支喙尔。圣经安尼讲，这标题是写两个囝的譬喻。耶稣讲，恁安怎想？有一个人有两个囝，伊去甲大囝讲：囝，你今仔日去蒲汤园做工。大囝因讲：我毋去。后来伊改变心意，有去。老爸嘛，甲第二个囝讲相款的话。第二个囝因讲：阿爸，我来去。后来无去。老爸即两个囝，倒一个有照老爸的意思去做。因讲大囝，耶稣就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迄个毛细甲娼妓会比恁先进入伫上帝国，因为洗礼约翰来恁遮，只是恁行正路，恁无信伊。毋过毛细甲娼妓有信，甚至恁看到了后，嘛无悔改来信伊。倒一个是忠心的仆人，甲伫这所在已经真清楚，会通看见。若是亲像大囝一开始就愿意听老爸的旨意，就搁较完美。但是伫经文内底，主耶稣的譬喻就是要甲咱讲，错误并袂至到死，咱是遐会拒绝救恩的人。人的心的改变是基督信仰的重点，就是所谓的心意更新来变化。伫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中间，伊安尼讲：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的，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，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，甚至得到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最好、搁完全的旨意。靠上帝我的恩赐，我对恁逐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上悬，着照上帝赐互恁逐人的信心的分量，心中评价家己。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所以基督徒需要时刻来心思意念，互上帝来更新。就安尼，咱才会当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知影什么是上帝这个善良甲完全会得主欢喜的。求主帮助咱吼。诗篇126篇，像耶路撒冷的诗，为着锡安的复兴来欢喜。上主带咱这的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的时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嘴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来讲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，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
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会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雪的地有溪水搁在流。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，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会带伊的麦捆欢欢喜喜倒来。想到上帝帮助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愿意互阮家己的心意更新，来追求上帝的真道，愿意变化，互改变的这个心来顺服上帝，会当得主的欢喜，并专心来追求上帝你属天的想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